来看高雄这交通局最近伫咧三明区一大巷仔内面重新规划人行道，不过当地民众是真埋怨，因为新划人行道做了伤过宽，出入变甲真无方便，而且有的人呢，乌托拜会直接徛入来到这个人行道。交通局表示讲，新的人行道缩小车道，车速会变较慢，对过路人来讲会较安全。 三明区大昌一路这条巷仔，涂骹这一大片青色的，拢是新规人行道。不过伫现场看，无几个人行，颠倒正侪乌托拜徛起来顶悬。交通局5月初才拄做过一搭保护型漂线人行道，原地用意是要改善当地交通，让过路人较好行、较安全。不过当地居民说无认同。比如轮椅专用道，或者人行专用道，刚刚好够用就好了。相对的，我们住在这里的人，我们民众要车子要出来或干嘛，也比较方便一点啊。然后现在是觉得哇，一个人在这边走，路那么大。 因为附近有便机停车的需求悬，居民认为新的人行道敢若好着外口人，而且人行道甚至是比车道较宽。对此交通局表示，原地无专用的人行道，路口等越的车速搁紧，对过路人来讲真危险，所以才缩小车道为人行道。有来便的民众表示，即摆人行的路甲停车所在拢清清楚楚，是真安全。那为了改善通行环境，那交通局设计将停车格内推，于车辆与行人间设置一个停车带缓冲区。 同时也缩减车道宽度，降低车速。更加放心嘛，为这内底较早为含这个车辆安尼来去安尼小客，安尼真好啊！就车乌托邦放伫中，人行道放伫遮，安尼前进那边很有安全感。 有民众质疑原地人伫行阿摩土地，大家小坐菜车，佮囤物件占用。交通大队表示，遐是倒旧的私人地，无法可管。交通局指出，陆续已经完成117搭漂线型人行道，这搭新的人行道地方若是有无共的声音，后续有需要，因会来做调整。记者柯家如区朝阳高雄场报道。